Hello， 大家好，我名叫鄧以南，我係東北醫療中心物理治療部嘅物理治療師。今日咧，我咧就會過嚟同大家介紹下物理治療同埋解答下物理治療方面嘅一啲問題。OK， 首先嗱，第一個問題啦，好多觀眾朋友可能都想知道啦，究竟乜嘢係物理治療呢？我相信大家都心中都好多呢個疑問。點解咩情況下我哋需要做物理治療呢？咁首先咧，物理治療咧佢係醫療服務嘅一種，我哋咧就會通過以運動嘅方式嚟幫你減輕你嘅一啲痛楚啦，即係好似有啲關節痛咧，咩腰痛啊、膝頭哥痛啊、膊頭痛啊之類啦，同埋咧就會等你平時日常生活中咧更有自信啦，活動得好啲啦，即係唔使乜都諗住，即係需要人哋幫助你啦咁樣。跟住咧，我哋第二個問題咧，好多人咧都會問，物理治療究竟有咩用啊？我哋點解要去物理治療啊？同埋話咩情況下我哋先需要去做物理治療啊？咁樣其實物理治療咧可以幫助你減輕你關節嘅一啲疼痛啦。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好似你話行路唔穩啊，容易跌親啊咁樣，我哋都可以過嚟做物理治療啦。跟住仲有咧就係話，你中風過之後，嗰啲手腳喐動得唔係好靈活，唔係好方便，我哋都可以過嚟揾物理治療師。亦或者係咧，你有身體有某啲關節置換，好似話膝頭哥啊咁之類，置換咗關節之後咧，唔知點樣去喐動方便咧，我哋亦都可以過嚟幫助你。根據你自己嘅個人情況，跟住我哋會設計一套運動俾你，等你自己可以跟住我哋帶住你做個運動，跟住恢復翻一啲能力啦，肌肉加強翻啦，做翻一啲平衡訓練啦咁樣。好多人咧，肯定咧就會有疑問啦，即係好似話，我好似從來都唔運動嘅，或者係，我係年紀比較大啦，我平時都喐到唔係好方便嘅，咁你話叫我去做運動，我覺得唔安全喎，咁點算咧？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對於呢個疑問啊，或者呢個擔憂咧，你哋都真係唔需要嘅。喺呢度咧，我哋咧會專人即係對你一對一咁樣去教你做運動，而且係會根據翻你自己個人嘅情況去配合翻一啲運動咁樣，即係我哋唔會話一上嚟就係加大難度、好高強度咁去等你去訓練，跟住等你即係會即係覺得身體唔舒服啊咁樣之類，我哋都唔會嘅，我哋會一步步嚟，慢慢咁去加強你嘅肌肉力量，我哋再一啲啲咁去加難嗰個程度嘅，所以咧呢個咧都唔使太擔心。第四個問題咧就係話物理治療點樣可以即係喺日常生活中幫助到我啊？咁肯定係可以嘅，即係好似喺你日常生活中咧，好多人咧可能話對於上落樓梯啊，或者係行路啊，或者係拎嘢啊，會覺得真係好難啊，唔方便啊咁樣。咁我哋呢啲情況咧都可以係通過物理治療去訓練，結合翻你自己嘅情況，你自己日常生活嘅使用方式，我哋會去教你一啲技巧，等你可以避免你啲疼痛啊咁樣之類嘅。OK， 我哋今日咧就先講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咧，我哋再同大家探討更多關於物理治療嘅問題。多謝大家收睇。自2019年起 ，WellCare by HealthNet 攜手東北醫療中心一齊為舊金山社區帶嚟貼心又實用嘅紅藍卡醫療優勢計劃。呢項合作已帶嚟好多實際改變。長者透過東北醫療中心經驗豐富嘅醫護團隊，能更便利地獲得所需要嘅醫療照護。邁入2026年，呢份承諾持續不變，同樣優質嘅照護，同樣全面嘅保障。WellCare by HealthNet 與東北醫療中心細意關懷，與你共走健康之路。